先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阮有特别的保守，互阮时常甲你结连，来得到快乐。特别伫阮生活中间，有时会拄到困难的事，但总是主你赏赐阮有智慧、有恩典，会当超越过这的困难。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也要大声学了你。所以，阮来到圣殿，甲兄弟姊妹三甲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学了你。愿望会当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互你。是阮的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时刻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无搁再受到这世俗所有的代志的搅扰，互阮会当自信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做。求主也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一整当工，求主甲圣歌队三甲弟弟，也保守看顾苏琴、苏慧甲团工信息的牧师。互因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今仔是圣灵教会为着客家宣教所设立的主日，阮特别邀请到陈琼焕牧师来甲阮做伙分享，带来你的话甲信息。求主甲伊三甲弟弟，透过伊，互阮真正明白客家宣教的需要，以及阮的责任。阮也特别要为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来祈祷，求主亲自带领、祝福、保守，互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会当顺利来进行。特别伫疫情已经渐渐结束了，阮所有的聚会要恢复正常，求主互阮伫即个调整的时间中间，用个更较敬虔的心来参与伫教会逐种活动，透过这活动，互阮甲你阁有较亲密的结连甲沟通。这就是设立教会真正的目的。也恳求主你帮助双联教会会当真正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无论伫各方面、逐个领域、逐个族群，阮拢会当做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阮也特别将阮所设立的机构，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祝福，不论幼儿园、安养中心，也是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主理拢使用这机构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来祝福需要的人。今仔日伫下晡，阮也有建上牧师要就任教会关怀牧师派驻伫三支安养中心，求主坚固为牧师娘甲全家，互因伫三支安养中心的服侍，会当有助你欢喜的果效，带互这长辈搁较大的祝福。也恳求主你透过今仔下晡的即个特别的聚会，去坚定信徒支持教会所设立机构的心，求主帮助阮。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利路亚，称赞上主，着伫上帝圣所称赞伊，着伫献出伊权能的强枪学落伊，着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落主，遐这平安。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落上帝，圣诗263首。圣诗263首，至圣的提拔，求你阿罗听，咱起立来吟。会众请坐，这是咱三个来祈祷。跳堂阮的提拔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正假日伫圣的主日，来到圣殿敬拜你。恳求圣神，只是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全心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请向阮加做你的假日。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恩典得到丰盛，嘛受使阮逐项拢到爷。当阮受到困难甲挑战的时，主的话加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无得到失志。因带阮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总是阮有时会软弱，有时会袂记住上帝的教导，得到犯罪。恳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嘛，赐予阮有对主来的智慧，会当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来食做主你所欢喜的假日。提拔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带领侪宣教士将福音传到台湾，无分原住民，还是客家人，还是河洛人，拢是你的假日。你爱阮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双连教会是多元的教会，有台语、华语、英文甲客语的礼拜。带领同工拢是主你的恩典，来成立台湾客语圣经翻译的委员会。客语圣经的完成，互客家地区的兄弟甲无道友。会当更较明白上帝话语，嘛真侪伫客家宣教、传福音真大的帮助。愿上帝恩典祝福伫你所属的正教会，
嘛是祝福伫阮的双连教会，引带侪人来信主，福音对台湾头传到台湾尾，复兴双连教会伫信仰的真培、真水的脚业中，真侪阮的典范。求主带领牧师团以及阮的长职正同工，有合一的心来听谈上帝的话。甲社做兄弟会当做伙为主来传福音，听教会真心真性真意听上帝，彼此相听。逐人会当照所属的文书撒好西，做上帝百般稳定的管家。特别上帝，恳求你祝福伫台湾，即个你所创造真水的岛屿。明年还没选新的总统以及中职人员，恳求主为阮备办合伫你的心意，替台湾为着全民的利益来做代志的人。也为着丧失亲人的兄弟来祈祷，愿信心安慰，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因伫地。也为主，嘛要为着主，你所设立的双连三级安养中心的长辈的健康，以及咱的双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学习甲信仰，以及双连新增福利基金会所照顾的长辈来祈祷。愿福音透过这个时间来传到因的心中，上帝带领因来到教会，嘛保守所有的工作人员出入拢平安，伫工作中会当得到快乐，真心服侍伫伊的职场来荣光上帝的名。也为着今仔日讲道的詹牧师来祈祷，愿信心甲詹牧师伫地。我要恭敬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主啊，阮的祈祷无够野，爱用主甲是阮的主祷文，三个来祈祷。愿你的列杯，愿你的纳西，列火引导，列气之家，列你清楚的理，愿你是万万，下列万国无，清楚万下列国万人，立法万极起，六万万人有害，因为我万年黑连灯拢是你所有，代代公亲，阿门。咱要三个来启应文21篇，伫咱的信息后面32页的所在。启应文21篇，伫咱的信息后面32页的所在，咱三个来启应。全地中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是学落信歌队，因为因的诗歌是快乐唱歌。我
感谢主，圣歌队用真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给上帝。这是咱要三个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15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296页的所在，中文译本第210页的所在。我要读的是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6节，因为信心阻止保罗甲西拉伫亚细亚省传道，因就对弗鲁加及加列泰的地方经过。因来到美西亚边界时，想要入去比崔尼省，不过耶稣的城唔准。第8节。因就驶过美西亚，落去迪罗亚。迄暗，保罗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甲伊恳求讲：“请归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看见即个异象了后，阮随时准备要去遐，因为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互马其顿人。11节。阮对迪罗亚开船，直直开去三摩迪拉，隔日到尼亚波利。阮对遐来到马其顿第一区的城菲律比，这个城是罗马的殖民区。阮伫遐住几啊日，13节。伫安息日，阮出城去河边。想讲，伫遐有基督的所在，阮坐落去，就对组织伫遐的妇女讲道理。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吹阿吹辣的妇女，名叫做鲁迪亚，是敬畏上帝的人。伊嘛来听，主开伊的心，互伊专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节。伊甲全家拢受洗礼，后来伊恳求阮讲：“恁若看我有真实信主，请来住阮兜。”伊安尼甲阮强留地，阮就留落来。第2位圣经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到第5节。第2位圣经伫现代台语译本427页。中文译本303页的所在。第3节，我特别受到恁的事，拢感谢我的上帝；特别为着恁真人祈祷的事，拢用欢喜的心祈求，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拢有同心协力地传福音。煞者，我要用客语圣经来读。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第6节，基督经过弗利加、老加列太天气，
因为圣灵唔向基督在亚细亚省传福音。第7节，基督到米西亚边界嘅时，上岸入去逼退二神，总系耶稣嘅灵禁止基督，所以基督听过米西亚去铁路亚。第9节，干部保罗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企在嗰位，求佢讲，请你来马其顿帮助我哋。第10节，保罗一看到呢个异象，我哋就严实准备去马其顿，因为我哋确信系上帝呼召我哋去传福音，帮佢所采嘅人。11节，我哋坐船对铁路亚出发，直接驶到萨摩铁拿，第2日到米亚波利。我哋对嗰位行到马其顿头一期嘅一个城市菲律比，呢个城市也系罗马嘅出名期。我哋猜嗰位系纪念13节安息日，我哋出省去河巴顺。神女讲，犹太人可能会来呢地方祈祷，我哋坐下来对其实。在隔壁嘅父母传道理，14节当中有一个对全亚推拉上来嘅父母，名按到莉迪亚，系卖紫色布嘅，佢系敬拜上帝嘅人，主开佢嘅心，本佢留心听保罗所讲嘅话。15节。佢留佢全家人隆重2世里。事後，佢請求我哋講：你哋那係因為我係誠心信主，請來我屋卡克，佢就強強留我哋。第2位，第1位在腓立比書第1章第3節第3節，腓立比書第1章第3節。特別上到日頭，我就感謝我嘅上帝；特別為人大家祈禱，我就滿心歡喜。第5節第5節，因為對頭一日到了下，日頭一切在傳福音嘅工作上幫助我。以上願上帝祝福，願意聽耶話個安尼來教嘅人，這是真歡喜。來咪請陳牧師來傳講信息。馬其頓會好聲，馬其頓會好聲，咱請下次用恭敬的心來領受。牧師主來下這大家平安。非常感謝上帝的恩典，我這個頭的器具，通佇聖的主日，甲大家做伙來敬拜上帝。後來我要代表客選委員會甲客家的教會向大家說謝，因為雙連教會久長以來為了客家的宣教事工，有最關心支持甲帶導，嘛佇奉獻的頂懸有真大的幫助。所以今日是用一個客人的身份來向大家說謝，來這個所在甲大家分享。我是美濃的客人吼，美濃啊，美濃啊，美濃啊，無唔對吼。美濃的人真臭，很臭屁啦吼。你敢知影美濃的人兩句話哦？實在是很臭屁啊！第一句話是講，照上照下唔到美濃山下，你照片全世界，攏不如美濃的刷卡呢。哇，太臭屁了吼！第二咧，伊講什麼叫做美濃誒？美濃就是美得化不開的濃。
美的化不开的浓哦，佢多变讲哦，就浓的化不开的美哦，所以这个叫做美浓啊。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不过美浓是我的故乡哦，是我所怀念的所在嘛，是一个真正足水的所在哦。我今日爱用，可是我都用客话讲的，我是上欢喜啦吼。不过我安尼讲，你就惨哦，你拢听无啦，你真无好啦吼。不过我的河洛话吼，真好听啦，你拢听无吼？听无爱甲我讲啊。佮另外吼，我的河洛话有一个客人腔啊，有无？足细伊听会到啦吼。不过安尼听应该是无差啦，吼是安尼。所以今日实在是非常欢喜，用一个美浓的客人，佮代表客选委员会向大家说谢吼。非洲之父啦，吼，非洲之父 Livingstone 吼，伊捌讲一句真出名的话吼，讲上帝只有一个囝吼，却互伊食做宣教师。因为 Livingstone 是做宣教师，伊知影伊的艰苦是为了非洲的人付出性命吼，所以伊用这句话留落来讲，这是互阮后代的人收到伊这句话，就知影讲。做宣教师真正无简单。保罗的老爸吼，只有一个囝，当然是保罗。保罗有一个姐姐啦吼，但是一个囝吼。本来保罗老爸唔望保罗食做犹太教的神学家，不过上帝竟然互伊食做使徒，嘛食做外邦的宣教师。但是保罗无收到啦吼，保罗本身后来食做整个教会历史中间第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超过伊老爸所期待的。讲到李修牧师，较侪人知影马偕牧师哦，较侪人知影马雅各牧师，较知影讲巴克利牧师哦。但是李修牧师，较少人提到伊，嘛较少人捌伊吼。其实伊真特别啦吼。伊伫1867年来到台湾吼，当时那27岁尔点。对于1869吼，就去到教会爱学台湾话嘛，又去教会5年的中间吼。伫台湾主要是南部，后来有东部嘛有一间啦吼，开拓13间的教会，但是非常可惜啦吼。1979吼，39岁尔，伊就过身啦吼。所以汉尔短吼，伊留落5个第一咯。第一是讲，伊是英国长老教会派来台湾第一位的牧师吼。第一位宣教师是马雅各医生，伊是长老。通过医疗团队吼，有人信主，但是长老袂使甲人行洗礼，所以就来对英国来派一个牧师来，伊是第一位吼来到台湾的英国的牧师。第一吼，伊是第一位学客话的牧师，向客人传福音吼。上时嘛设立伫屏东啦吼，今仔日的新比吼，就是当时叫做南华吼，甲建光庄这个庄的教会吼。第三第一就是伊，把克里博士也未来进前，伊就开始栽培台湾在地的传教者吼，叫做传道书的养成班吼。所以实在是一个足有眼光的人吼。第四个第一就是第一位去到东部宣教的牧师吼。第五个第一吼，伫今仔日来讲嘛，也讲是非常的先进吼。对推动女学啦吼，对爱互女性来
去到学校来读册。伊嘛是第一个推动女选事工的牧师。伊虽然教会过身了吼，但是伊的牧师娘继续留落来，继续伫台湾，特别伫做女选的工作，做了非常的好。所以我特别读到这段历史吼，我心内有真侪遗憾啦吼，有真特别的期待吼。假如给我10年还是20年吼，绝对毋是13间啦，个26间，搁较侪吼，可能60、70间的教会，伊度我都开设遐尔侪教会，咁伊嘛我都诚侪把佢哋付出真大的帮助。当然，必然包含客家教会，因为伊是第一个，或者后来足久长汉地有学客话宣教师的一位啊。所以虽然安尼真少年吼，安尼过身了，但伊的脚脚，特别讲客家宣教师吼，伊是第一个爱提起的一位，爱去少年，甚至爱尊敬的一个上帝罗卜。今日主题是讲马其顿的河社吼，其实这个记载伫《使徒行传》16章内面所讲起吼。保罗为什么去到马其顿吼？这是保罗伊有3遍的宣教的旅程啦吼，这是第2遍吼。对安提阿开始向西边，去到本来宣教迄个当时的亚洲的北边啦吼。结果讲圣神甲伊阻止吼，伊就向西边；结果讲耶稣的灵嘛甲伊阻止，伊就向南边啦吼。就去到特罗亚，后来嘛伫特罗亚记录异象，就是今日我所讲的马其顿的河社，伊就对特罗亚去到马其顿第一个城都是腓立比了吼。这是保罗行程上远、范围上快一边的宣教旅程了吼。当时保罗同工吼，2位是真明显的吼。第一位当然就是西拉，伊是有罗马公民的迄个少年上时真杰出的一个同工吼。第2位就是提摩太，嘛是搁较少年吼，伊是伫罗斯德第一遍。保罗第一遍传道的时阵，伫罗斯丁引出来信主的，这边嘛经过遐，保罗就带伊吼，伊就诚做保罗真好的帮赞啦吼。保罗甚至称提摩太是伊属灵的囝吼，所以伊甲保罗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吼。路加医生吼是使徒行传内面看袂出来吼，但是阮等下就知影讲原来。有一个人就伫遐等，这是嘛上帝计划咯。伊向南边去到特罗亚的时阵吼，有一个人伫遐，迄个人毋是别人，迄个人就是路加医生吼。伊后来诚侪当保罗宣教的同伴，嘛诚侪鼓动保罗该照顾伊的身躯，照顾伊心灵，嘛足好宣教的同伴。我特别讲到马其顿的河社吼。都认为讲这个河社就是上帝通过圣神对保罗的感动吼。不过其实我嘛会使更较深去理解为什么这个异象会出现了吼。通常异象吼袂安尼突然间出来，既然进行2遍阻止了吼，即摆来到特罗亚，伫遐顶台中间，为什么吼特别去到马其顿？去到腓立比吼，真大的可能了吼。路加是腓立比的人，但是迄阵伊去到特罗亚，所以拄着保罗啊，上时甲伊分享伫腓立比这个所在真大福音的需要，可能甲伊讲几啊日了啦吼。保罗心内伫遐憔悴讲，我即马要向东咧，嘛是要向西啊。结果上帝真奇妙了吼。16章第9节就讲，迄暗吼，
保罗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吼，甲伊困救吼，且过来马其顿帮咱湾。异象吼，较少用困救的吼，异象就看到啥物，就爱伊去做啥物。但这是人徛咧甲困救，可见吼，上帝已经准备好势伫马其顿的迄时，特别是腓立比这个城，足侪人遐较无福音，较无上帝救恩吼。所以这是合理的，讲推论讲是。路加分享了后，保罗产生负担，当然上帝嘛有家己的计划，就用异象来感动引带保罗，甲伊同工去到马其顿吼。狄罗亚吼是亚洲讲小亚细亚的西边啦吼。这狄罗亚是一个足特别嘛，是真出名的古代城市啦，都是。木马屠城记哈，都是伫这个所在。后来有考古学家去研究，确实是这个所在无唔对哦。荷马史诗哦，都写到这个特洛伊战争了。本来真侪人无相信讲这是假，后来竟然有考古学家发现啊，无唔对，都是伫遮。所以上帝嘛真奇妙哦，竟然用古代足早以前的一个迄个册面诗人所留落来。就是战争的所在吼，像是真重要的所在，竟然伫迄个所在，上帝的异象安尼出现了。去到马其顿就是过爱琴海咯，去到澳洲啊吼，所以福音传入马其顿吼，其实都是讲福音对亚洲传到澳洲吼，这一个新的开始了吼。所以真侪所在拢会使去啊，吼。为什么都爱去遐？所以这个背后，我当然会使讲一句话啦，拢是伫上帝宣告的计划中间吼。所以马其顿的火烧今仔日吼，较毋是讲某一个所在啊吼，最近食做一个象征吼，象征讲上帝呼召一个人，也是一群的人，向福音也未得到福音的人去宣告这款的火烧吼。所以今日马其顿的火烧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啊？可能有人讲哦，爱去非洲传福音吼，我还讲歹势啊。非洲75%的人是基督徒啊吼，所以你去非洲吼，会互人笑哦。伊会问讲，恁台湾偌侪人信主哦？所以非洲绝对毋是今仔日的选择啦吼。因为非洲伊太侪人已经归向上帝了，所以马其顿的火烧可能毋是足远的所在哦，嘛是可能伫阮的四周围。第一是当然两种的统计了吼，基督教内面讲有到8%吼，不过内政部统计应该5%到6%了吼，表示讲94%到95%。也个是伫台湾啦吼，也个是也未信主的，所以今仔日阮讲台湾的今仔日的马其顿地队，就伫阮的四周围。因为我是客人，我等者过来讲吼，今仔日佫较需要的所在，毋是足远的所在，就伫阮的身躯边，就是阮的四周围的侪客人吼。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吼。这个阮随时准备要去遐吼，迄个阮表示讲作者吼伫内面啊，因为既然是写作的人是因嘛吼，他们吼，即嘛阮是我们，表示作者伫内面，所以路加就开始对狄罗亚参加这个团队，就向马其顿去啊吼，因为讲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给马其顿的人，所以读书道行传吼，真侪学者拢会讲一句话啦，请你爱说伊哦，伊讲因甲讲阮的时阵吼，迄是足无共款吼，
因为表示讲，只要阮出现，表示讲路家都伫因的中间吼。当然去到遐是毋是一日就够，因为是有海港入去了后，嘛加个讲内陆了吼，因为有罗马大道了吼，就去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吼，就是腓立比城。腓立比吼，原来就是腓力的城的意思了吼，就是亚历山大吼，纪念伊老爸腓力王吼。所以迄个所在可以用老爸的名改号名，叫做腓力的城，翻译就是腓立比了吼。这城市为什么亚历山大竟然爱用伊老爸的名来号名吼？绝对有伊原因啦。第一是对亚洲去到欧洲的大门了吼。第二咧，伊是贸易吼，生理。交通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嘛是农业吼发展的所在。有一项吼，是古代真无简单吼，伊是古代医学教育的中心。用现代的讲法就是讲，菲律宾有一间的什么啊？医学院啦吼，医学院啦吼。所以可见迄个所在文化嘛有相当的悬吼。无你要安怎教导医学吼？这个教导的所在，栽培医生的所在，所以这款地理啦、交通、贸易啦、吼文化迄款的特色吼，可见上帝引传因去到迄个所在，表示讲有上帝真奇妙的计划啦吼。所以叫做一种的讲策略，甲基地都要设立伫菲律宾，了后嘛通过这个向西面、向国较快的所在来宣扬福音啦吼。所以菲律宾教会就是这款情形下面来设立了吼。阮特别拢会讲吼，菲律宾教会是保罗伫欧洲所设立的第一间的教会，但是菲律宾教会毋是伫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了吼，意思无共款了吼。因为罗马教会佫较早就已经设立了吼。因为五旬节的时阵，有对罗马来参加五旬节的，过节了，才人登去到罗马，因就伫遐设立伫罗马家庭教会。所以伫保罗写批互罗马信徒讲罗马书的时阵，罗马教会大约是5-6间啦吼。这是今仔日的学者的研究吼。所以腓立比教是保罗所设立欧洲第一间吼。嘛，叫做保罗伫欧洲宣扬福音的基地吼，因为伊无受到的中间吼，竟然菲律宾教会有发挥遐尔大开展，加做伊鼓动迄款的支持了吼。今仔日可惜了吼，我因为要读到更较矫正吼，也该读到16节后壁吼，一直到37节吼，我稍长。但我虽然后壁无读，但是后壁故事我嘛知影吼。所以这间教当然第一是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就是路底亚吼，伊甲伊传记，甚至因兜的工人嘛有信主啊吼。所以伊是这间教会内面足好野的人吼。像是伊是亚洲的人，都是16节后壁所记载，就是讲这个愈会落力吼，因为贵父心，所以主人靠伊这贵父心来得到真大利益，就台湾所讲的算命啦吼，你来甲我算，因为贵拢知影你以前安怎吼，所以就通过安尼赚足多钱，但是交保罗的传教，所以保罗甲伊赶过吼，结果伊的主人就安尼断伊的财路啊啦吼，伊的主人就足生气，就联合比啊遐伊的讲迄个九兄弟吼，就混乱，佮拍保罗，佮将保罗送去寡妇吼，迄寡妇嘛莫名其妙，竟然将保罗佮拍，佮甲伊拐入监啦。但是真奇妙哦，竟然后壁经历吼，
保罗受乖受拍莫名其妙，应该是卖完，但是伊半暝吼，伫遐吟诗学罗上帝，大地动哦，佫相时咧，家的门开，锁链全部落落来哦。所以伫苦难中的迄款学罗吼，是一个逃亡的困难吼。这是后壁记载真特别的说，相时因为迄国家的吼，都是讲监狱的警察啦吼，惊到要死哦，要自杀哦。保罗说来甲伊阻挡，相时足出名一句话吼，就伊请因去因，当然伫家的边啊啦吼，就去因兜，相时咧，伊就向因兜人传福音。一句话吼，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伊真正哦，这国家应该全家都安尼信主，个后壁迄个记载国家讲全家充满欢喜了吼。所以看出来吼，这间教的第二种的人就是迄个路的落力了吼。第三就是迄个国家的迄个家业的迄个全家吼。路底下是足富裕的悬阶级的人，迄路的落力吼，我等者个解说是足低阶级的人。佮迄个国家的国家的因全家是中产阶级的。三种无共款阶级，竟然我都伫一间教会吼，相信我都合意吼，实在是真无简单。当然我爱讲吼，圣经内面无明明讲过，即个路的路咧，食做教会的会友，无安尼讲吼。但是哦，大家会使想象吼，何贵负心遐久，主人通过伊趁钱，即摆已经跌到头网啊，请问啊，伊敢会清清彩彩就放弃？袂啦吼。第二咧，伊的主人既然无法度对伊成就得到任何利益啦。所以主人会安怎？该卖掉啊！路咧是有法度买卖吼，所以合理的推想吼，伊主人都该卖掉。当然保罗嘛得到这个消息了，随时甲路底下讲了吼，我们就买那个赎金了吼。譬如讲当时路咧大约了吼，是当时的那个银币吼，denarius吼，30个。意思就是讲30工的工资啦，他说一日工资1000块，就是3万啦吼，所以就付3万，甲伊卖吼。了后咧，伊就食做自由的人，像是已经经验到贵对的身躯离开，得到救恩，所以就加入伫这间教会哦。所以这间教会真特别，阶级差别遐尔大。种族无共款，迄个罗列是应该是希腊人啦吼，佮即个国家是罗马人，种族真无共款，所以大多啊，丢了传开始祈祷的时阵，相连教会吼，当然即条是好罗个华，个顶一条是华语啊，佮抑个英语的吼，佮拜六个长，抑个客语的吼。迄个团结一年礼拜，这是一个多元的一间教会哦，无简单啦吼。菲律宾教会就是破遮的阶级种族，伫圣经内面合一吼，这毋是人的工作啦吼，因为一句话啦，人吼同质性越高吼，会愈会做伙啦。异质性越高吼，越困难。结果这间教会唔是哦，讲异质性遐尔悬，竟然我都合一，这唔是人的工作了，嘛唔是靠人的迄款的什么意志了吼，我都去克服的，完完全全是信心的工作，破，拢伫主的内面食做一体。伊唔领这间教会唔领伫在地。传福音，佮长期支持保罗甲伊同工伫，当然是澳洲啦吼，宣告，嘛像是后来佮奉献，白酒的钱去帮赞耶路撒冷的教会，
所以这间教会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宣告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写批给腓立比教会时阵就讲恁对头一日到现在恁拢有同心协力在传福音。第一日开始到今仔日保罗写批的时阵，保罗已经受拐入罗马所以这间教会一直甲保罗保持有真密切的关系名物质上支持保罗。当保罗受拐的时阵，我派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提去甲伊照顾保罗。讲迄家是软禁毋是真正拐入家内面所以这间教会是用真诚恳的贴心真密切的祈祷、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保罗甲伊同工宣告这间教会。所以这间教会真正是贴，毋是形容词，毋是名词，贴就是动词了伊用行动来表现这间教会特质了过来就是这间教会更较特别的到近我读遐尔侪，我教信要教已经20-30年足侪 commentary 拢讲到这间教会讲路底安怎这间教会是女人平等的教会，我毋捌看到任何一个迄个注解册讲到这句话的但是实际上伊就是安尼所以今仔日我伫台湾，特别台湾的女权相当强，是全亚洲第一的所以阮开我都用女性的角度倒转去看这间教会伊有啥物特质。我要讲圣经内面无明讲，圣经拢爱去解释，那我就明白了所以这间教会是女人平等，不是男女是女男平等。绝大部分的社会拢是讲男尊女卑啦毋爱讲啥物100年前的台湾是安怎？莫讲50年前的台湾社会是安怎？我有一个表妹伊初中毕业伊阿嬷就买好物件，规日全部都买好伊就讲初中毕业就会使爱去做工伊考到偌厉害呢？伊阁要读册读高中伊都无爱回读表示讲阿嬷有迄个男尊女卑的思想，伊嘛将这款思想迫害伊家己的孙女啦。这全世界拢发生的代志但是真奇妙这间教会是女人平等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间教会出现不是一个啦，应该有一群非常杰出的女性这个目前好好研究都未发掘出来所以这个特别爱强调，更爱强调了所以今日我来到少年教会，我有位女牧师伊嘛足杰出，非常好的服侍，所以这个都是真大改变了我读新人医的时阵，我迄班无一个女同学，给我一级的有一个，给我一级的有2个。我迄届无半个，即马咧，我伫新人医教册看落去女生有时比女的学生比男的学生更较侪。即马是台湾教会、基督教会真大的改变嘛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所在即马来讲，路底这个典范圣经内面一句话尔都过伊是讲卖知识部的妇人人台湾知影古代保罗时代知识的泥跟燃料是非常非常少、非常贵的。所以我在泥料去捏这个布，绝对是最好的布，做出来了知识布，只有
王家贵族买得起嘛会使穿，一般平民是袂使。总讲领导好呀，你嘛袂使穿哦。所以，我就想象了吼，路迪亚是做这款的工作，所以是卖知识报的吼，毋是伫在地，是运去罗马买着迄王家贵族。所以我用一个真简单的解说啦吼。你去菜市啊吼，300块嘛买着迄个手提包吼 ，LV 咧爱偌济啊？毋免300万啦吼，3万爱啦吼。有人讲买袂着啦吼，10几万是正常啦吼。300块甲10几万哦，差伫对的。所以用现代讲法咯，路迪亚是啥物人？古代 LV 的头家啦。你敢知影？今仔日迄法国 LV 的头家是全世界第2好呀呢？全世界哦，毋是法国哦。所以路迪亚是非常好呀，但是伊毋是单单好呀尔哦。佫是成功企业家，伊顾家佫详细咧，伊诶事业佫成功哦。常常事业成功哦，家庭都袂过袂好势哦。但是伊是两个人过啊足好势，所以伊了不起哦，实在是一句话就过啊吼，无解说毋知影伊了不起哦。第二是敬畏上帝诶人吼，伊参加一个安息日的组织的。应该是犹太人组织啦吼，伫遐一个祈祷吼，因伫遐做伙祈祷吼。结果保罗去到遐，甲因传福音，结果伊是毋领听吼，非常认真听，听了后领受个信主。圣经内面讲，因甲伊传家吼，当然信主了后，伊就请保罗去到因兜啦吼。向因传家，嘛请因兜的工人做伙听保罗宣讲。了后当然，伊传家信主，圣经应该加下骹应该加几字啦吼，甲真侪工人嘛信主咧。所以伊毋是单单顾家己哦，家己信就好啊。因传家甲因伫因为应该说工作啦吼，伫遐工作的人。让我有机会听到福音来领受上帝遐尔大恩典呢。过来，接续讲吼，讲无久啊吼，讲后来吼，伊恳求阮讲吼，你若看我有真实信主吼，请来阮兜，请来住阮兜吼。伊安尼甲阮强留地吼。迄强留地吼是一个足强的语言啦吼。结果保罗讲，阮就留落来吼。保罗甲伊同工吼，你读保罗的批信，你读保罗的讲生平啦吼。你知影保罗一个足强的个性吼，伊无凊彩接受人的送伊的物件吼。第二吼，伊绝对无凊彩带回话因兜安尼啊。你去看伊的作品就知影吼，伊是共阮家己做苦工哦，迄支帐篷哦来支持伊的同工的需要。竟然哦，保罗接受伊即款的邀请去带因兜，毋是一个人带哦。保罗、西拉过来咧，提摩太，过罗家4个人去带因兜咧。假如我明仔载带4人去恁兜安怎？莫讲带恁兜啦，因为你请我食饭，你就可能心内就丢度啊啦吼。相信毋是短期的是带去因兜，也是强留因留伫遐。保罗我就接受到，伊的确保罗感受会到，伊即款的辛苦，伊真正会疼。若无保罗个性，就绝对袂接受了。所以即款的伊会。讲咯，真正贴心会感动人啦。保罗嘛改变伊的个性的过去的做法吼，去到因兜。所以这项代志吼，接待人客
这是路迪亚真大福气。上时菲律宾教会家庭教会伫对啊，都是伫路迪亚引导啊。你开放家庭，因全家的人，遐工人，遐愈的努力，搁迄个国家全家第一批啦吼，都去到引导。后来搁增加嘛去引导啊。开放家庭吼，对特别是台北市哦，大都市的人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当然，古代空间无共款哦，嘛无简单啊。所以，也是你家庭教会哦，接待的人是愈来愈多了。所以，幸困接待的人，也是感动保罗，嘛流露汉尔水的脚趾吼，我就还今日来笑念伊了吼。当然是菲律宾教会真大机的条啊吼，但是请大家注意哦，保罗写批写菲律宾书的时阵，完全无讲去路迪亚，为什么？照讲吼合理啦吼，应该讲，搁一面提起路迪亚所做所行吼，所讲，但是为什么无爱讲？因为保罗用是搁较开阔的，无论领导偌好呀，无论领导是偌卑微，伫菲律宾教会内面拢是一体，拢是平等，所以真奇妙哦，合理啦吼，合理的推想哦。保罗一直讲起路迪亚那对啊，菲律宾书哦，你敢有看到路迪亚？没有咧，无咧，为什么哦？这都是保罗的教会观，伊的神学，伊对人的理解吼，无因为某物人对我特别好，我就一直讲伊无的，因为伫主的内面。无论身份地位，所有的伫主的内面，你有真心，拢是主所疼、主所欢喜的。马其顿的好写吼，一个开始我就讲，对上帝呼召阮啦吼，向也未得到福音的人来传福音哦。我开始就讲啊，台湾的未得之民哦，无伫提比啊，无伫非洲啦。都伫阮的身躯边吼，迄个都是台湾差不多467万的客人。行政院吼客家委员会有统计吼，相等双重承认的吼有660万。什么叫做双重承认？譬如我爸爸是客人，我妈妈唔是，但是我承认我是客人。如果我妈妈是客人，我爸爸唔是，但我嘛承认我是客人。叫做双重承认啦，迄度都660几万，单一承认了467万。不论多一种啦吼，就是讲台湾，阮的四周围都有遐尔侪客人，可惜了吼。台湾客人信主的比例哦，0.5%啊。整体来讲，大约是台湾是5%到6%吼。但是客人只有0.5%，1%都无够。但是伫马来西亚的东边叫做东马吼，有一个州叫做沙巴州吼，遐客人吼，信主是35%，35%比台湾加偌济啊！个我的祖先的故乡是。梅关啊，梅县哦，广东的梅关的基督徒10%，所以唔是讲客人的确心都硬了。这款的讲法咯，爱修改了吼，因为过去真侪原因，不过我今摆就讲结果都是安尼啦吼。第二吼，2000年成立客家区会。伊当时参加只有13间教会，袂使做中会了吼。2007年伫总会通过成立客家中会，全台湾哦，遐尔侪中会唯一加2字的
客家宣教中会。我当时开总会哦，有人甲伊问哦，为什么你客人特别安尼吼？他讲毋是特别啦，我代表当时我是客宣主委哦，我就代表客人甲因讲话讲，毋是啊，因为吼，这是阮自我的要求甲家己的勉励啊。客家教会当然要向客人传福音，这第一步。第二咧，都毋茫讲，搁较侪教会啊，过去的忽略。即摆我著唤起大家的关心，所以用宣教做一个中会名。2000年到今年是2023啦吼。这中间开拓8间教会，并经啦吼，3年开拓1间啦吼，10几间也讲，即摆20间的教会要开拓。新的教会，佮2年3年佮开拓1间吼，实在是真重的重大了吼，这个需要大家的关怀了吼。第二就是讲，都市内面的客人吼，接触福音了后，信主的可能性佮较悬，所以伫都市的教会内面设客家团契吼，是一个足好的宣教的策略了吼。感谢主了吼，相连教会。唔领关心个成立，2004年就已经开始啊！吼，到2007年就开始礼拜，到今仔日，即客家团结长了吼，拜六应当有礼拜，全部拢用客户、祈祷、吟诗、读圣经、讲道，全部用客话哦。实在是我特别来吼，我有一个感受啊，好像回到家一样，就是这款的感受了吼。所以，相连客家团契哦，已经真侪真侪，迄个小型教，我无爱用弱小啦吼，小型客家教会真大祝福，因三不五时啊吼，拢会去甲因关心。连我伫华联哦，有山乡伊伫华联吼，凤林教会啊，客家团契嘛去遐甲因关心。所以，互阮知影讲吼，相连教会我都做真侪真了不起的代志了吼。像是我伫遮绝对爱讲起一项，可能已经过去足久啊吼，因为2012吼，客话圣经新旧约出版到今吼已经10几年啊，但是要知影2012前26年的中间吼，客话圣经伫遐翻译到2012吼出版背后吼。有相连教会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会替侪客人的同胞吼，甲你感谢。为什么讲同胞啊？因为读客话圣经的人，毋也是基督徒，像是你可能毋捌听过这个故事的。圣经要出版前。我捌甲一个佛教法师哦坐做伙，参加一个研讨会。我甲伊讲，阮客话圣经要出版啦。第一条，甲我订客话圣经的人是一个佛教的法师啊，佛教的法师啊。抑个真侪遮个故事啦哦，所以客话圣经出版哦，超过大家想象，实在有伊真大。文化上、宣教上真大贡献，背后相连教会有真大的支持，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向大家感谢了吼。所以今仔日来徛伫一个客人的角色了吼，嘛是这个角度来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关怀、支持整个台湾客家宣教迄款需要吼。毋望你的关心，诚侪搁较侪客人。得到福气的源头，当心来祈祷。全能主上帝，你爱万人拢得到你的拯救，无爱一个人沉沦。你受伤无期待，遐尔侪客人也未得到福音。阮恳求主你，今日继续。
明伫客家教会中间有马其顿的好写，嘛伫双连教会有即款的好写。我借着你的假日来回应你即款的好写，来关心阮四周围也未得到福音的人。主啊，恳求主你伫阮的心内，伫阮的教会来做工。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认识回应上帝听，信息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信息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请会众起立。会众请坐。这时，咱们三个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咱们大家来祈祷，感谢上帝恩典，感谢主你的恩典，小事阮万项拢到耶，深深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嘛要献上阮的才能、阮的时间来互主用，愿主感纳阮所献的，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大家做伙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做伙来看咱教会报告事项。头一项，今仔日足欢喜，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的奉献主日，感谢詹牧师、詹琼华牧师代表来咱的教会进度、请安甲事工的报告，愿上帝赐福伫客家区。会伫客家地区的宣教的事工，请现在继续为着阮客家的宣教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个报告事项是咱小会事工，伫5月份小会会已经监选通过，要聘任魏建祥牧师为本会的关怀牧师，要负责伫3支分堂的关怀事工。伫今仔日本主日下晡3点，伫咱的10楼的礼拜堂要举行为牧师的就任受祭的感恩礼拜。毋望咱徛这会当拨时间来参加。10楼礼拜堂的所在留互咱的贵宾，咱的会友，咱徛这咱拢坐伫11楼的所在。第3点的报告事项是，咱教会实体的祈祷会已经开始，伫拜四阴暗7点半到8点半时间。若是徛这时间有方便，会当尽量来参加。咱大家用祈祷来为着咱的教会事工来代祷。煞下来看咱的中部大道事工的部分，即马中部大道事工嘛有新东港的邀请吼，若是讲你对祈祷有负担，嘛愿意为着别人一个教会的需要来代祷的，嘛欢迎来加入中部大道的事工的行列。好，咱即马来看一段影片。大家平安，我是郎会章。有一天，牧师邀请我参加中保代祷，我心想：拜托，我最怕祷告，哪有本事帮会友代祷？就在读经祷告几天后，我回应牧师：好，我愿意参与。祷告室的空间并不大，小小的，好像阿爸父在抱着我，使我安稳在他的怀中。所以在中保代祷期间，最受惠的是自己。那段日子中，个人因素承受许多的压力与苦毒。在祷告中，神用上帝拢知的时我回应我，是我讲，我的忧愁谁人知？无人通讲，无人了解。加在上帝有怜悯，我的苦痛伊拢知。伊了解，但时阵伊拢知，唔免痛苦满腹来。相信上帝大慈爱，每时上帝有同在，咱的未来伊有安排。过无久，主阁予我一首诗歌，予你真平安。来到主面前，仰望主恩典。这时间虽有苦难，在主里却有平安，擦干你的眼泪，交托你一切。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给你真平安，给你真平安。纵有狂风巨浪，
耶稣同在就有平安。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也能平静你生命的风浪。耶稣是你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走的。为仇敌祷告，不可咒诅，要给予祝福。耶和华要赐福你，保护你，光照你，并施恩典和平安给你。现代的我们常常很忙，在茫茫人海中过日子，更可能盲目地跟社会的错误观念起伏。这时需要安静，主的话语光照，靠主引领帮助，鼓励和信心的力量。作为基督徒的我，坚信我需要的一切，只有在天上的阿爸父才能给予我。用心灵去感受神的同在与带领，他必垂听我求助的呼喊，他必悦纳我祷告的声音。感谢主，愿上帝听咱的祈祷，照伊的心意来成就。这是要请咱的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才有几位，第一位是今仔日中昼要伫亚子团契分享的王良元教授。大家好。过去咱拢有拜托伊伫迄个圣幼里的迄个演唱会是讲迄个报道会中间做台语的翻译今日要伫亚子来分享第二位是林永富先兄弟，林永兄弟欢迎伊是嘉义南门教会第三位是苏炳文兄弟。苏炳文后壁是高雄市的新乡教会毋知有其他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咱嘛搁一遍来迄个詹牧师多谢欢迎这新朋友，等下礼拜结束了后，当去到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安静伫内面，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所享受真实的平安。阮特别恳求主，你继续带领阮，保守阮，互阮伫这礼拜的生活中间，用阮的生命来见证主你的听堂。阮特别将今早起来的新朋友苏炳文兄弟、王良元教授以及林永富先生，拢仰望交带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祝福保守看顾这些新朋友也上时也互阮的咱关心客家宣教的事工，求主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迎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会众请起立。阮多谢肉体耶稣基督的恩典，大慈悲天父上帝疼痛，甲圣神保惠所引带扶持感动，甲你三甲地咧，
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谢温共受谢恳。